今日咧係用一個大家好熟悉嘅經文咧，就係詩篇23篇嚟去回顧神過去喺我哋生活身上，喺我哋教會喺我哋弟兄姊妹身上嗰個嘅恩典，成為一個嘅基礎。即係當我哋回首睇嘅時候，哇！神喺教會裏邊60年好多嘅恩典，神亦都喺我哋個別每一個人身上好多嘅恩典。呢個成為我哋一個基礎啊，俾我哋一個確據，我哋繼續嚟向前行嘅時候係點樣。咁所以今日咧同大家分享嘅咧就係詩篇23篇啊，大家非常熟悉嘅經文，個主題咧就係伴我同行。咁但係我哋未睇詩篇23篇先咧，我哋先睇下，因為詩篇係邊個人寫㗎？23篇，大衛。究竟大衛係一個咩人咧？我哋先睇一節嘅經文，就係喺《使徒行傳》第13章22節。聖經點樣去形容大衛？我特別將佢 highlight 咗，就係神話大衛係咩啊？合我心意。我真係睇下聖經裏邊有啲咩嘅稱呼稱讚係比佢更犀利。神直情話大衛係合佢心意。咁但係喺呢度經文係點講咧？佢話既廢了掃羅，就選立大衛作他們的王，又為他作見證說：我尋得耶西嘅兒子大衛，他是合我心意的，因為佢凡事都遵行我嘅旨意。嗱，作者啊，因為當時係掃羅，都係保羅講嘅。其實佢刻意喺度一個比較，掃羅同大衛兩者有咩唔同？如果今日我哋用領導嚟講咧，掃羅可以講係一個 natural leader， 一個天生嘅領袖，佢高大威猛，有領導才。但係大衛佢係一個我哋叫話屬靈嘅領袖，係神喜愛嘅，係合神心意嘅。咁兩者有咩唔同咧？你發覺掃羅咧就係當佢喺危難嘅時候、危急嘅時候咧，佢就唔等候神，用自己嘅方法。有一次去打非利士人嘅時候，佢見撒母耳冇按時間嚟，等下等咗7日，佢發覺哇，大軍壓境，自己嘅人開始鬆散，有啲甚至離開嘅時候，佢又唔等啦，佢點啊？自己點啊？獻祭，佢冇按照神嘅心意，就自己嚟啦。甚至當撒母耳同佢講嘅時候，佢顧左右而言他，佢賴環境、賴別人、賴撒母耳，但係佢唔承認自己嘅問題。嗱，呢個係掃羅嘅情況。但係你睇翻大衛就唔同啦。大衛同樣喺危難嘅時候，佢冇按自己心意行，好幾次俾掃羅追殺，佢有機會可以殺掃羅，但係佢冇做。點解啊？因為佢係掃羅係咩啊？神所高立。唔係因為掃羅嘅緣故，係因為神嘅緣故。神高立呢個人，佢唔敢喐佢。嗱，所以睇到大衛咧，好睇重神。另外，當佢作王嘅時候，第一件事做係咩啊？佢將神嘅約櫃搬翻去大衛城，因為佢想百姓睇嘅唔係大衛佢作為一個王，佢想百姓睇到嘅神喺我哋當中。同樣，當佢犯錯嘅時候，你發覺當神用拿單先知對大衛講嘅時候，大衛點啊？佢即刻認罪，佢冇再推搪，佢明白自己有罪。嗱，所以這兩個係好唔同。大衛係一個合神心意嘅人，因為佢點啊？凡事都遵行神嘅旨意。所以你發覺大衛係一個好特別嘅人，佢無論佢高佢低，佢喜樂佢唔喜樂，佢都常常同神有一個親密嘅關係。並且凡事佢明白神嘅旨意，佢就遵行神嘅旨意行。所以我哋明白個背景嘅時候，我哋睇翻詩篇第23篇，或者我哋一齊嚟讀好嘛？一齊嚟讀。耶和華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他使我躺臥在青島地上，領我在可安歇嘅水邊。他使我嘅靈魂甦醒，為自己嘅名引導我走義路。我雖然行過死蔭嘅幽谷，也不怕遭害，因為你與我同在，你嘅杖、你嘅竿都安慰我。在我敵人面前，你為我擺設筵席，你用油膏了我的頭，使我的福杯滿溢。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愛隨着我，我且要住在耶和華殿中，直到永遠。大衛呢個字喺原文希伯來文嘅意思係 beloved 或者係 friend， 一個親愛嘅或者係朋友。其實呢個都反映翻大衛同神嗰個嘅關係。詩篇23篇我哋話係一個好 personal 嘅詩篇。personal 意思就話佢嘅
形容佢嗰個代名詞就係你同我，係大衛同神一個好個人嘅詩篇，喺當中出現咗21次咁多，就係你同埋我，係大衛同神一個好親密嘅關係。並且你發覺詩篇係用開始嘅時候同結束嘅時候都係用耶和華，而當中裏邊咧，大衛用咗3個嘅唔同嘅比喻。呢3個唔同嘅比喻都係當時嘅人咧，係喺生活上邊常常好睇到嘅、經歷到嘅一啲嘅比喻嚟去形容佢同神嘅關係。所以今晚我哋好簡單，就用呢3個比喻睇下究竟喺大衛嘅眼中裏邊，神係一個乜嘢嘅神。第一個比喻我哋睇嘅就係喺第1節到第3節上半節，呢個聖經話耶和華係我嘅牧者，我必不致缺乏。第一個嘅比喻，大衛話神係佢嘅牧者，所以佢用咩嚟形容佢同神嘅關係咧？就係牧人同羊嘅關係，好似一幅嘅圖畫裏邊。大衛本身係一個牧羊人，所以好明白牧羊人同羊嘅關係，絕對唔係只係一個經濟嘅效益嘅關係。喺當中裏邊，牧羊人有責任去餵養羊，亦都有責任去保護羊，免受敵人嘅偷竊或者係豺狼野獸嘅侵擾。更加重要嘅，原來牧羊人同羊有一個好親密嘅關係。頭先我哋講過拿單先知去責備大衛嘅時候，喺當中裏邊，拿單用一個嘅比喻，佢話窮人除了所買來養活嘅一隻小母羊羔之外，別無所有。羊羔在他家裏和他兒女一同長大，吃他所吃的，喝他所喝的，睡在他懷中，在他看來如同女兒一樣。嗱，所以從拿單嘅形容裏邊，牧羊人同羊嘅關係絕對唔係只係經濟嘅效益。佢形容係點啊？同佢女兒一齊長大，吃佢所吃，喝佢所喝，其實唔係羊喎，更加望落係好似咩啊？好似個寵物啊！而家啲人就係年青人，一係唔結婚，結婚就唔掂啊，唔生仔，佢寧願養隻貓、養隻狗，好過養個仔。啊，啱係嘛？啊，冇咁激氣係嘛？啊，冇咁激氣。嗱，當時佢形容就係牧羊人同羊嘅關係，真係好似一個寵物啊！我特別 highlight 咗咩啊？如同女兒一樣啊！啊，你可能唔係好認識我啊，我有4個仔。我係冇女嘅，啊！我同大仔，我哋大仔跟我嚟加拿大讀書嘅時候，佢得2歲。後嚟我哋第2、第3、第4都出世，啊，個個都係仔，所以我恨女恨到發燒。好多人呃我就話第5個就係女㗎啦，咁唔好搞，唔好搞啊！嗱，點解我要咁樣講咧？就係，哇！真係女同仔好唔同㗎喎，係咪啊？啊，仔咧唔係唔愛你，但係佢唔識得點表達。特別當佢有自己家庭嘅時候，佢都要照顧自己屋企啦。哇！但係女真係好上心嘅，啊，好關心、好細節嘅。我最近搬過嚟啦，由多倫多搬過嚟溫哥華退休。我話如果嗰個係我4個係女咧，我就未必搬過嚟。個仔喎，其實冇乜關係嘅啫，將來都係2個腦走埋一齊㗎啦。啊，咁我喺多倫多同喺溫哥華有乜分別啫？都係2個啫嘛。溫哥華天氣好啲啊，咁啊。嗱，我睇翻呢度咧，形容牧羊人同羊真係一個好親密嘅關係，好似係寵物，甚至真係自己嘅仔女一樣。你發覺唔單止舊約咁講，喺新約主耶穌都係咁講。喺約翰福音第10章嘅11節、14節嗰度講：我係好牧人，好牧人為羊捨命。嗱，主耶穌都用牧羊人同羊嘅關係同形容佢同門徒之間嘅關係。牧羊人可以為羊捨命。我係好牧人，我認識我嘅羊，我嘅羊亦都認識我。嗱，所以喺當中裏邊，牧羊人同羊嘅關係咧，係一個非常之密切、好親密嘅關係。大衛係用咁樣形容佢同神嘅關係，係一個好似神就好似我哋嘅父親一樣，我哋好似佢嘅兒女。我哋嘅父親好清楚知道我哋嘅需要，喺當中裏邊嚟去供應我哋、照顧我哋。喺呢個嘅比喻嘅裏邊，耶和華係我個牧者，我必不致缺乏。
如果神真係我哋嘅牧者嘅時候，其中一個重點係咩咧？就喺神嘅裏邊，我哋唔會缺乏。呢個唔單止係一個物質上嘅供應，所以後邊講到青草同埋水邊，對羊嚟講有草有水就能夠 fulfill 啦，佢能夠供應到佢嘅需要。但係呢個更加唔係淨係一個嘅物質上邊嗰個供應，其實喺後邊提出一種嘅滿足感。如果神係一個嘅牧羊人，我哋係佢嘅羊嘅時候，神唔單止供應我哋，並且透過佢嘅供應裏邊，俾我哋睇到喺佢裏邊嗰種嘅穩妥。前一排我哋父親節嘅時候，我都係講詩篇23篇，我就諗起，如果對羊嚟講，草同埋水對佢嚟講係一種嘅供應，佢能夠喺當中有滿足嘅話，我就諗下當時我爸爸喺從佢身上我睇到有啲咩嘢，佢嘅俾我嘅嘢令我感覺到一種好似羊睇到草同埋水。我爸爸係一個好傳統嘅中國人，傳統嘅中國人唔係好識講嗰個嘅感受感情，但係傳統嘅中國人係好容易用透過供應嚟去表達佢種嘅關心關愛。咁我就諗翻，如果對羊嚟講就係草同埋水，我諗下我爸爸有啲咩做過嘢係令我印象深刻。我就諗起我爸爸好多時，我哋叫補水啊，補水咧而家叫咩啊 ？overtime 啊 ，overtime 即係夜晚加班放工翻嚟嘅時候，佢就帶兩樣嘢翻屋企啊。唔單止我啲 sibling， 我啲兄弟姊妹一講翻嘅時候咧，我哋係傾翻嘅。爸爸帶咩翻嚟咧？肉絲炒麵、乾炒牛河，有時星洲炒米。發覺透過呢啲嘢咧，哇！我哋仲記得嗰種嘅味道，嗰種嘅香氣，就醒起爸爸對我哋嘅關愛。最近啱啱我姐姐喺澳洲過嚟，我哋前兩日我哋去 Bowen Island， 喺個途中裏邊就傾翻以前嘅嘢。爸爸媽媽對我哋嘅關愛，好多喺生活上嘅小節裏邊就睇翻。原來神對我哋嘅愛都係咁樣。我以前係喺加拿大華聯會裏邊做總幹事，咁係2014年開始做2023年，大概有9年幾10年。咁我哋有100幾間嘅華人宣道會啊嘛，咁所以我成日開玩笑，總幹事就意思就係總要幹啲事。咁所以我就係周圍探訪啦。我哋100幾間教會，每個星期探一間，都要探幾年啦咁就收入去。咁後嚟咧，我就2023年退休啦，就冇做華聯會總幹事，就做咗世界華宣嗰個總幹事。咁仲走多啲啦。咁我以前係做加拿大，而家係做世界因為四圍走啊，四圍走。咁2024年開始咧就做呢一個嘅世界華宣總幹事。咁嗰陣時咧1年有成5個幾月喺出邊，有5個幾月出邊。咁2024開始，2024年，咁就喺嗰一年咧就發生件事，就係我成日喺出邊走啊嘛。咁啱啱咧7月我哋要搬屋，咁咧就喺Markham 搬去 Thornhill 喺 Ontario。咁搬咗屋咧，屋都未執好亂嘅時候咧，我哥哥喺溫哥華打電話俾我，佢話媽媽好似唔係好妥。當時我媽媽住喺唐人街，我哋有間中橋定華僑中橋嗰間 nursing 嗰度好正嘅嗰度，第時都可以去考慮下咁佢話媽媽唔係好掂。嗰時我係星期6收到嘅消息，我即刻搭個 Red Eye Flight 過嚟。星期日早上探媽媽，媽媽已經唔係好清醒，唔係好清醒。咁第二日再探佢，發覺好似有啲反應咯，知道我哋探佢，我哋餵佢食嘢，咁媽媽就話唔好食嘅，唔好食嘅。咁我以為 OK 啦，可能即係過到啦。咁點知嗰半夜咧就神將媽媽接咗。但我好感恩就係，你諗下，我當時有5個幾月喺出邊。如果我當時喺出邊，我冇可能趕得切翻嚟。
但啱啱我喺多倫多我同太太可以飛過去，喺媽媽最後2日，我有機會陪到佢。我覺得呢個係神一個好大好大嘅恩典。仲有一個好特別嘅情況，嗰一年2024年10月，我應該去澳洲 Perth 去探2間嘅宣道會。我家姐我姐夫就係 Perth 住，又感謝主，我家姐姐夫喺 BSF Bible Study Fellowship 信咗主。佢就問我，如果我10月去澳洲嘅時候，可唔可以為佢施浸？我梗係好啦，冇問題。咁但係因為媽媽8月神將佢接走咗嘅時候，家姐姐夫就從澳洲飛過嚟，佢自己提出嚟嘅。佢話：與其喺澳洲受洗，不如我喺屋企人面前受洗啦。咁啊，問我好唔好？咁我即刻 OK 啦，梗係好啦。就即刻問我媽媽返嘅教會就係活泉堂。我同阿梁牧師傾，我媽媽係90歲嘅時候，我同佢施浸喺復活節嘅裏邊，我專登喺多倫多飛過嚟同佢施浸。感謝主，教會安排喺活泉堂，我為我家姐、我姐夫喺我媽媽間教會同一個浸池裏邊為佢施浸。你話係咪奇妙啊？所以唔係就係水同埋草咁簡單。神嘅供應透過唔同嘅嘢，俾我哋睇到喺佢背後嗰種嘅穩妥，嗰種嘅穩妥。所以如果喺第1節到第3節，我哋將佢意譯呢2節嘅經文，我哋可以話：因神認識我，我深知他會滿足我最深嘅需要。在我所經過人生複雜嘅處境中，他會給我所需嘅內心平安。他更新我渴望來面對每天嘅生活。佢叫我哋嘅靈魂甦醒，因為神係咁親近我哋，咁愛我哋。透過佢日常個供應裏邊，我哋體會到喺佢裏邊，我哋有滿足嘅喜樂，以至佢更甦醒我哋嘅靈魂，我哋能夠去面對我哋每日新嘅一日。嗱，呢個係第一個嘅比喻。大衛從佢自己好熟悉嘅牧羊人同羊嘅關係，睇到佢同神嘅關係。第二個，引導者同跟隨者，為自己嘅名引導我走義路。就好似一個人去到一個陌生嘅環境，我哋需要一個 guide，我哋需要一個引導者，能夠幫助我哋去進到呢個新嘅環境，去熟悉當地嘅語言文化，能夠幫助我哋要去到我哋要去嘅地方。所以當中裏邊，大衛用另一個嘅比喻，就係引導者同埋跟從者。呢度咧係一幅嘅圖畫咧，係相片，係2018年喺以色列拍嘅。咁當時我係同師母，我哋慶祝35週年。咁啊，當時咧就同溫哥華一間我哋嘅宣道會啊，即係一行嘅弟兄姊妹咧去以色列去旅行。咁啊，嗰成50幾人，成日大巴。咁當時咧，除咗我哋自己團有一個嘅牧者做帶隊之外咧，我哋去到以色列嘅時候，有當地一個嘅街去幫助我哋。咁係以前香港一個嘅姊妹。佢熟悉當地嘅文化語言，佢就帶領我哋。咁呢度咧，其中呢個男嗰個咧，就唔係嗰個姊妹，係個姊妹嘅丈夫。佢係帶緊一對即係國內嘅人喺度參觀。我哋去到一個新嘅環境嘅時候咧，我哋需要一啲嘅引導者幫助我哋熟悉當地嘅文化語言，以至我哋能夠咧係好容易適應新個環境同埋個處境。喺當中裏邊。喺第3節嘅下半節到第4節，佢話為自己嘅名引導我走義路。我雖然行過死蔭嘅幽谷，也不怕遭害，因為你與我同在，你嘅杖、你嘅竿都安慰我。大衛喺佢人生嘅裏邊走好多唔同嘅路，有高嘅有低嘅，有最難嘅時刻，甚至佢形容好似死蔭嘅幽谷。但佢唔驚，因為點解啊？神作為一個引導者嘅時候，神嘅杖、神嘅竿都安慰佢。神嘅杖同埋神嘅竿係代表神嘅同在。神嘅同在
令到大衛能夠喺當中裏邊去安穩面對佢嘅人生嘅處境。所以你發覺喺大衛喺詩篇裏邊好多時形容神係佢嘅咩啊？神係佢嘅高台，係佢嘅避難所，係佢嘅山寨，係嘛？因為喺人生嘅裏邊好多唔同嘅道路裏邊，佢唔使驚，儘管去到死蔭嘅幽谷，神都喺當中裏邊嚟去保護佢。呢個係神深深，即係大衛深深體會。所以如果用牧羊人同羊，我哋好體會就係神同我哋嗰種嘅關係，嗰種嘅親密。神深深嘅認識我哋，了解我哋，看顧我哋。但係如果一個引導者同一個跟從者嘅時候，一個好重要嘅地方就係咩咧？就係呢個引導者有冇咁嘅能力，有冇咁嘅經驗，能夠保障保護我哋，以致我哋能夠去到我哋要去嘅地方。呢度咧，佢話為自己嘅名引導我哋走義路。我哋都清楚舊約裏邊一個人嘅名其實就係代表嗰個人。喺當中裏邊意思就話神係將佢自己嘅名都壓上去。意思就話如果我哋真係認定佢係我哋嗰個嘅引導者，佢係我哋嘅guide，我哋願意去跟從佢嘅話，佢為咗佢自己名嘅緣故，佢一定要帶領我哋。嗱，呢個其實係一種嘅約嘅味道。約嘅意思係咩啊？就係兩方面。如果我真係做咗我應該要做嘅個本分，對方就要需要按照呢個約嗰個嘅條件，係要滿足佢，要完成佢嘅應許。就好似我哋信主一樣，當我哋信耶穌嘅時候，其實我哋係將個主權交俾神。如果我認定神你就係我嘅神，除你以外冇其他神，我要放低其他嘢，我認定你就係我嘅神。當我自己將咁擺上嘅時候，神為咗佢自己嘅名嘅緣故，佢必定需要帶領我哋嚟去走前面嘅道路。喺當中裏邊，如果我哋將佢意譯嘅話，在我面對人生嘅抉擇，他引領我，因他有責任如此。在我生命嘅試煉中，他嘅同在使我得着安慰。嗱，今日你容許我講好多我自己個人嘅經歷，因為詩篇23篇係一個好 personal 嘅詩篇，係講到大衛同神嘅關係。其實當我自己睇詩篇23篇嘅時候，都俾我自己好多嘅反思。我睇翻喺2021年3月嘅時候，2021年係發生咩事啊？大家仲記唔記得？疫情。2020年到2022年疫情嘅時間。2021年3月嘅時候咧，我同太太有機會去到渥太華有個退休。當時嘅退休其實就係諗緊前面點樣。因為頭先我講過，我係總幹事啊嘛，總要幹啲事，四圍走。但係你諗下疫情，你走咩啊？你冇得走，你去到都冇用啊，都冇聚會。所以我記得2020年3月31號係我最後一次出差，就去咗利馬，秘魯利馬，喺我哋一間華僑教會，佢哋41週年裏邊咧嚟去參與佢哋聚會。然後喺利馬翻嚟多倫多，就英雄被困多倫多。疫情就冇得出去啦。由2020年到2021年3月，我足足喺屋企韞咗一年。韞咗一年做咩啊？冇嘢好做咪整蛋糕咯，整麵包咯。但係好慘喎，因為我不嬲每個星期都去唔同教會講道，而家冇得去啦。如果講得好咩咧，都係望住個鏡頭，望住自己講，對方睇唔睇又唔知，着咩衫又唔知。哇！突然間發覺好冇用啊！我哋華聯會做總幹事係有 term 嘅。頭先講個 Dave Earn 係我老闆啊。我係2014年開始做，所以2018年就係第一個 term 完咗。2018年之後第二個 term 就係幾時完啊？2022。我當時就諗，我係咪應該提早退休？疫情等咁耐都唔知點樣，會唔會就係提早退休咧？
咁但係咧，感謝主，我哋唔敢隨便做決定，我一定要問神嘅心意。所以咧，當時我哋區會搞一個嘅 regional meeting 線上咧，當然竟然俾我抽到獎喎！我從來冇抽到獎嘅啊！竟然喺個區會嘅 regional meeting 裏邊抽咗個獎，俾我500蚊啊！咁500蚊咪同太太去屋太華退休咯咁啊！因為點翻去屋太華？屋太華以前我係牧會嘅地方啊嘛，我就諗翻雅各翻去伯特利啊，我就翻去以前曾經侍奉嘅地方，我去問神。神啊，究竟我係咪應該提早退休唔做咧？咁喺嗰幾日裏邊，我哋好多嘅反思，諗翻我哋以前從香港嚟加拿大讀神學，然後侍奉。我哋發覺我哋每一次人生嘅轉折點裏邊，神都俾我哋有經文。當我哋決定讀神學嘅時候，神喺986年帶我哋去 Region 讀神學。當時喺之前我哋都未知嘅，我報咗中神，已經 interview。我同太太喺道風山有一個退休，神就俾我哋經文就係約珥書嗰度話：錫安嘅民啊，你要快樂，為耶和華你們的神歡喜，因他賜給你合宜嘅秋雨，為你降下甘霖，就係秋雨春雨和先前一樣。所以我哋按照神嘅應許，神有供應，我哋就離開香港去到 Region。事實上第一年嘅時候係香港弟兄姊妹支持我哋讀神學，每個月唔同嘅錢寄過嚟，我邊個支持都唔知，就係真係好似春雨秋雨。到第二次我哋離開溫哥華去渥太華，因為當時嘅負擔係諗住做第二代跨文化。我仲記得我哋離開溫哥華去到渥太華嘅時候，渥太華弟兄姊妹問啦：點解你離開溫哥華咧？人哋話溫哥華 next to heaven 啊，天堂之後最好嘅地方㗎啦。啊，點解你離開溫哥華嚟渥太華咁凍嘅地方咧？啊，咁同樣喺個轉變嘅裏邊，神俾我哋有經文。1994年嘅時候，神俾我哋嘅經文就係箴言第3章第5、第6節。你要專心仰賴耶和華，不可依靠自己嘅聰明，在你一切所行嘅事上都要認明他，他必指引你嘅路。然後到2009年教會20週年，我哋當時獻堂禮，有個新堂成立。我仲喺嗰年加拿大嘅總理 Stephen Harper 嚟我哋做祝福。就喺同一年嘅裏邊，劉富利牧師，我哋請佢做一個全市嘅培靈會，佢講一節經文，講一段嘅經文，就係路加福音第5章。嗰段經文係我蒙召傳世嘅經文，就係耶穌對彼得講：你要得人如魚。咁同一次嘅經文，但喺之前講一句説話，主耶穌對彼得講話：你要開到點啊？水深之處，下網打魚。當時呢節經文就對我一個好大嘅挑戰。水深之處喺邊度咧？好似喺渥太華要做嘅嘢差唔多啦，要做嘅嘢做神水深嘅之處係乜嘢？所以有經文俾我哋。所以今次當我哋諗係咪要提前退休嘅時候，我哋都去問神。但係喺嗰3日2夜裏邊，神冇俾任何經文我哋。喺我哋安靜祈禱嘅時候，反為出咗一個字，嗰個字就係 diaspora， 散聚。散聚，人口嘅散聚。呢個字出現嘅時候，突然間我同太太裏邊就有種火啊，有種火，哇，有種激情，我就diaspora 散聚啊，華人散聚喺世界唔同嘅地方，呢個字就好吸引我。所以結果我哋翻落去多倫多嘅時候，我哋繼續我哋嘅侍奉，直至到2023年，因為我66歲啦，我退休啦，退休啦。咁先放低華聯會，然後2023年我哋喺 Manchester 舉行呢個世界華宣大會嘅時候，感謝神，當時嘅執委 appoint 我成為世界華宣嘅總幹事。我望翻轉頭嘅時候，發覺好有意思喎！你知唔知我個名叫咩啊？中文名鄧廣華，你知唔知叫廣華？我因為廣華醫院出世，我真係
有一年我翻咗香港廣華醫院，佢哋裝修咗新嘅醫院啊嘛，我專喺度導演嘅副咗，依間就係我醫院啦。但我望翻轉頭，發覺唔係淨係咁啊！原來廣華有意思啊，廣傳福音俾咩啊？華人咪係咯。而家望翻轉頭先發覺，哇！神真係好奇妙。從一個牧會到後嚟多倫多一個福音機構做總幹事，後嚟做華聯會做加拿大，到而家做世界華人嘅世界。你望翻轉頭先發覺，哇！原來神係咁樣引導嘅。神係一個引導者，只要我哋認定佢，我一生跟你嘅，我將自己嘅主權放低，我係跟你，佢就有責任，佢要帶我哋，要我哋行佢為我哋安排嘅路。呢個係第二個嘅比喻。第三個比喻，在我敵人面前，你為我擺設筵席。大衛喺當中裏邊用一個比喻，就係好似神係一個嘅主人，佢為佢嘅客人擺設筵席。嗱，我哋知道喺東方古時嘅時候，如果一個主人去接待一個客人嘅時候咧，佢係有責任有義務咧去保護佢，盡佢所有嘅能力。嗱，所以如果咁嘅時候咧，我哋就明白點解羅德可以為嗰啲嚟嘅客人係犧牲佢自己嘅女兒，因為當時嘅文化就係咁樣。而大衛係用呢個嚟去形容佢同神嘅關係，佢好似坐席喺神嘅客嘅嗰個筵席嘅當中，神為佢擺設一個嘅筵席，係豐豐富富嘅。佢就喺個筵席裏邊嚟去享受呢個主人對佢嗰個嘅恩典。我哋睇一節嘅經文喺詩篇第3篇嘅第1至到第3節，呢度話耶和華我敵人何其加增，有許多人起來攻擊我，有許多人議論我說他得不着神嘅幫助。但你耶和華係我四面嘅盾牌，係我嘅榮耀，又係叫我抬起頭來的。你知大衛幾時寫呢篇詩篇？就係家變嘅時候，佢個仔押沙龍作反，要攞奪佢個皇位。佢為咗咁樣要同啲大臣要避難。喺個詩篇第23篇裏邊，佢話佢嘅敵人何其加增，好多人起來攻擊佢，同佢講佢老啦，佢冇用啦，神已經唔再同佢一齊。哇！好多嘅唔同嘅言語，好多嘅攻擊，但係大衛話神係佢嘅盾牌，係佢嘅榮耀，重要嘅係叫佢抬起頭。好多時當我哋自己失望灰心嘅時候，我哋都會垂頭點啊，喪氣，好似真係樣樣都唔掂。但係神係叫我哋抬起頭。因為點啊？佢喺我哋嘅敵人面前為我哋擺設筵席。可能我哋今日都面對好多唔同嘅攻擊，未必從人而嚟、處境而嚟、環境而嚟，係令到我哋灰心，令到我哋垂頭喪氣，好似冇乜出路。但係呢度講，神就好似為佢嘅客人擺設筵席，一個嘅神，佢為我哋發聲。佢為我哋嚟去出聲。呢度講，在我敵人面前，你為我擺設筵席，你用油膏了我的頭，使我嘅福杯滿溢。用油膏係講到係一個嘅榮譽同埋一種嘅喜樂。神喺當中叫我哋能夠可以抬起頭嚟，因為佢為我哋嚟去發聲，為我哋嚟去俾佢睇到神係冇放棄我哋，睇住我哋。頭先講到2019年，當教會已經獻堂，我哋舉行呢個培靈聚會嘅時候，神到水深之處嚟去 challenge 我。咁當時我諗過幾條路，
離開教會。如果神真係要我走，我有諗過宣教，我有諗過機構，我都有諗過教會。但我最唔想去就係教會，因為同教會係好好嘅關係。我唔想教會有覺得好似牧師另謀高就去另一間大啲嘅教會啊，所以我係想做宣教。我同太太申請做加拿大宣教士，已經申請，甚至去到嗰個 pre-field orientation， 諗住去大陸。點解最後尾神封咗條路？我哋諗住去廣西，但係總會要我哋去武漢、去成都。但係因為嗰個 nature 不一樣，我去廣西希望做培訓，但係成都武漢嗰個係一個嘅教育機構嘅總裁，做 pre-evangelism， 嗰個就唔係我嘅負擔，所以我哋結果就冇去，咁就去咗多倫多一個機構嗰度做培訓。所以有一段時間4年，我每一年都入大陸做培訓。咁去到機構先知道，原來真係水深之處，差唔多浸死我啊！因為咧教會咧好食好住啊，經濟冇問題。教會經濟有問題都唔係牧師嘅問題，係邊個問題啊？啲長老問題啫嘛啊！咁牧師有乜所謂啫？但係機構唔係喎，機構唔掂咧，係邊個問題啊？就總幹事嘅問題咯。我話死啦，我賣血都唔掂啦！哇，嗰段時間真係驚得好緊要，所以講翻其實係驚啊，心裏邊害怕。從一個牧會去到一個機構係兩個好唔同嘅服侍。我其實心裏邊驚係驚咩？我係驚衰收尾，冇面目見江東父老啊！以前教會好地地嘅，而家突然間出去做機構或者做其他嘢，哇！突然間衰咗咁樣，點搞咧？但我發覺望翻轉頭嘅時候，其實正係嗰段時間係我自己經歷神最多嘅時候。原來一切一帆風順嘅時候，我哋反為唔體會到神，亦都唔覺得需要依靠神。就係正係大風大浪，好驚嘅時候，先係知道我哋冇佢唔得。但我感謝神喺嗰一年裏邊，神俾一節嘅經文俾我，喺詩篇嘅25篇嘅第2節。詩篇呢度話：我的神啊，我素來倚靠你，求你不要叫我羞愧，不要叫我嘅仇敵向我誇勝。我感謝主，神真係喺離開呢個信心步伐裏邊，神一直帶領，神喺當中裏邊嚟引領，喺當中裏邊嚟經歷更多神嗰個嘅保守同埋供應。所以你發覺喺當中裏邊，如果意譯，他公開嘅保護我，不論我所遇見嘅處境係何等嘅複雜，我絕對享受同神親密嘅關係。我不想失去親密嘅關係，我願意一生一世嘅跟隨佢。所以大衛喺最後尾第6節嘅時候，佢講出：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愛隨着我，我且要住在耶和華殿中，直到永遠。當大衛睇翻，原來神係一隻好似牧羊人對羊嘅關係，好似一個引導者帶咗個跟從者，亦都好似一個主人點樣去保護佢嘅客人嘅時候，大衛就話：我願意一生一世嘅跟隨神，住在佢嘅殿中，直到永遠。喺英文呢個字嘅經文第6節，佢話 Surely your goodness and love will follow me， 恩惠慈愛係 goodness and love。令我想起一節嘅詩歌，嗰個詩歌嗰個名叫做 Goodness of God。嗰個詩歌嘅歌詞係咩啊？All my life you have been 咩啊？Faithful。All my life you have been so good。神恩60載，主愛領前行。當我哋真係回首過去，神喺教會喺我哋自己身上，神係信實嘅。He's so good， 佢係咁好嘅，呢個就令我哋能夠繼續嘅往前行，定睛喺佢嘅身上。我特別用幅圖畫，其實
大衛睇重嘅係神嘅殿。頭先我哋唱嘅頭先嗰首歌都係講到呢度，我哋願意住喺耶和華殿中。我望翻嗱，如果你頭先啲聽我啲分享嘅時候，你知道我一生走馬燈咁樣，從香港先去邊度咧？溫哥華喺 Region 讀書，由一間細嘅教會牧養幾年，然後去咗渥太華，然後渥太華收尾落咗去邊度咧？多倫多，一個福音機構做總幹事，收尾華聯我都係多倫多。好啦，舊年我翻嚟邊啊？溫哥華，好似走馬燈咁樣。神俾我一個經歷，就係每一次搬嘢嘅時候咧，特別最近呢幾次搬一次啲嘢咧就少一次，搬一次就少一次。我今次由多倫多搬過嚟，我嘅車裝到幾多嘢就係嗰啲嘢啦。我架唔係大車啊，係 CRV 咋。喺呢個過程裏邊，俾我體會到原來我哋只不過係一個客類嘅生涯。我哋定睛嘅唔係地上嘅嘢，我哋定睛嘅原來呢個神係咁真實咁好嘅時候，其實我哋定睛嘅永永遠遠同佢喺埋一齊。呢個先係我哋最終嘅居所。所以詩篇23篇係幫助我哋嚟去回首神真係喺我哋身上，喺我哋教會嘅當中好多好多好多恩典，讓我哋更加嚟去親近佢，投靠佢。咁啊，最後尾嘅時候咧，我哋仲有少少時間咧。我哋今年嘅主題經文係咩啊？知唔知啊？唔知啊？你睇翻你手冊就知噶啦。就係詩篇23篇嘅點啊？第一節，大家都識背啦，係嘛？點啊？耶和華係我嘅牧者，我必不致缺乏。嗱，我希望成個營嘅裏邊咧，我哋就記得呢一節。原來神咁正嘅，佢係我哋嘅牧者，我喺裏邊不致缺乏。咁我想咧，最尾嘅時候咧，做一個 exercise，spiritual exercise 啊，屬靈嘅操練。頭先我一開始嘅時候話你哋好宣道會喎，咁啊，你60週年請3個講員都係宣道會嘅咁啊。我問你啦，宣道會嘅始創係邊個啊？宣信 A.B. Simpson。A.B. Simpson 咧寫一首歌嘅，但係呢首歌可能好多人都未識。呢首歌叫做《主求你向我吹聖靈》，有冇聽過啊？啊，應該唔係好多人聽過。Oh Lord, breathe Thy Spirit on me。嗱，宣信好睇重聖靈嘅工作，因為點解啊？喺加拉太書裏邊第2章20節，宣信成日強調：如今活在不再是我，活着不再是我，乃是咩啊？基督在我裏頭活着，係聖靈啊！基督藉聖靈住在我裏頭。所以首詩歌咧，佢就講：求你向我吹聖靈。特別佢嘅副歌點講啊？我要吹出我嘅愁苦，呼出我嘅罪污。我是吸入，一直吸入你所有嘅豐富。呼出嘅係我嘅愁苦，係我嘅罪污。我吸入去嘅係咩啊？係神嘅豐富。嗱，呢個屬靈嘅操練就係咁樣。有一次我哋神學院搞一個年青人與神同行啊，咁啊我哋嘅院長Joyce 咧就教我哋一個嘅 spiritual 嘅即係 breathing 呼吸，就係呼吸嗰樣嘢。咁啊其中佢一個咧就係耶和華係我牧者，伸去手，然後點啊？我不致缺乏，就放落去。咁所以耶和華係我牧者就吸入嚟啦，神嘅豐富入我裏邊。然後我放低嘅時候，我不致缺乏，就係將我嘅愁苦、我嘅罪污嚟呼出嚟。嗱，我話俾你聽，我真係咁做嘅喎，因為我朝頭早我喺 Mineral Park，我係每天行路嘅。咁咧我就朝頭早舉手又放低，啲人唔知以為我傻嘅啊。咁其實咧就係咩咧？就係做一個 exercise，因為好具體就係當我舉起手嘅時候，我承認耶和華係我個牧者，我吸入去。係神嘅豐富，然後我不致缺乏，我放低落嚟嘅時候就呼出嚟，就係將我嘅愁苦，唔知今日有咩壓住你，有咩嘅 anxiety，有咩困難，我嘅罪污，我嘅唔好嘅嘢，我都將佢
呼出嚟。